大家成日以為想要控制好血糖、預防糖尿病，就一定要餐餐捱餓、餐餐食草，人生冇晒樂趣。好多人只要一見到驗血報告上面個血糖指數超標，或者屋企人有糖尿病，就嚇到連飯都唔敢食，結果搞到個人又瘦又冇精神。其實呢，降血糖真係唔使咁辛苦。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推介由全港多位專業醫生、營養師認證嘅10大降糖超級食物。呢啲食物唔單止營養豐富，最神奇嘅係佢哋可以幫你穩定胰島素，抑制餐後血糖飆升。只要你識得將佢哋加入你嘅日常三餐入面，你以後餐餐食到飽，食到有滋有味，都完全唔使再驚個血糖會好似坐過山車咁飆升。特別係排喺第一名嗰樣食物，真係平、靚、正，家家戶戶嘅廚房一定有，仲要非常之好使好用。首先我哋由第10名開始講起，第10名就係好多香港人去飲茶或者食日本菜都好中意食嘅秋葵。秋葵呢種蔬菜外表毛茸茸，切開之後入面有好多黏黐黐嘅汁液，大家千祈唔好嫌棄呢啲黏汁，因為呢啲正正就係降糖嘅寶物。呢啲黏液入面含有大量嘅水溶性膳色纖維同埋果膠，佢哋入到你個胃之後會變成一種啫喱狀嘅物質，將你食入肚嘅碳水化合物包裹住。咁樣做有乜嘢好處呢？佢可以大大減慢你條腸仔吸收糖分嘅速度。當吸收速度變慢，你餐後嘅血糖自然就會升得好溫和。而且秋葵入面仲有一種叫二符皮素嘅成分，臨床研究發現佢可以提高我哋身體細胞對胰島素嘅敏感度，即係話你本身嘅胰島素工作效率低，食咗秋葵之後，佢哋就會好似打咗強心針咁，好快手咁將血液入面嘅糖分送走。平時去街市買一包秋葵都係10零蚊，返到屋企洗乾淨，用熱水着一着2-3分鐘，點少少生抽或者麻油就食得，簡單得嚟又健康。跟住落嚟第9名係近年喺健康界非常之流行嘅奇亞籽。奇亞籽雖然細細粒，好似芝麻咁，但佢入面嘅營養密度高到令你驚訝。佢最犀利嘅地方係擁有超強嘅吸水能力，可以吸住相當於自己重量12倍嘅水分。當奇亞籽喺你個胃入面膨脹之後，會形成一層天然嘅屏障，令到胃排空嘅速度變慢。好多糖尿病患者最頭痛嘅問題就係成日覺得餓，明明食完飯冇幾耐又想搶嘢食，咁樣好容易令到血糖反覆升高。奇亞籽因為有極高嘅膳食纖維，食完之後會俾到你非常持久嘅飽腹感，咁你就自然會減少食其他零食嘅慾望。再加上奇亞籽含有豐富嘅 Omega-3 脂肪酸，呢種好嘅脂肪可以幫手減輕身體嘅慢性發炎，對保護糖尿病人嘅心血管非常有幫助。你可以試下每日將1湯匙嘅奇亞籽加入暖水、無糖豆漿或者低脂奶入面，浸大約15分鐘，等佢發氣咗之後先飲，咁樣控糖效果就最好。好啦，第8名輪到一種非常之香，好多人煮口都會辣嘅調味料就係肉桂。肉桂喺中藥學或者西方營養學入面都係不折不扣嘅控糖明星。現代醫學研究發現，肉桂入面含有一些複合物，佢哋喺身體入面嘅運作原理竟然同我哋身體嘅胰島素非常之相似。你可以將肉桂想象成一種天然嘅胰島素模仿者。當你食咗肉桂之後，佢會好似胰島素咁，主動去敲響你身體細胞嘅大門，叫啲細胞快啲打開門，吸收血液入面嘅葡萄糖，咁樣一嚟就可以直接幫輕咗胰臟嘅負擔。好多研究報告都指出，每日只要食大約1至6克嘅肉桂粉，持續幾十日之後，空腹血糖竟然可以顯著下降達10%至20%。不過大家要留意，平時去咖啡店飲熱咖啡，上面灑嗰啲肉桂粉係好正，但千祈唔好走去食肉桂卷，因為肉桂卷入面有好多精製糖同牛油，咁樣就本末倒置啦。平時喺屋企煲湯、煮咖喱或者朝早沖燕麥片嘅時候，加少少肉桂粉，已經可以起到好好嘅保健作用。第7名係好多減肥人士嘅恩物，就係牛油果。有啲人一聽到牛油果個名有隻油字，就覺得佢好肥、好高熱量，唔敢食。其實呢個係大錯特錯嘅觀念。牛油果雖然有脂肪，但佢入面超過70%以上都係單不飽和脂肪酸，即係同橄欖油一樣，係屬於對心血管非常好嘅好脂肪。對於血糖高嘅人嚟講，牛油果基本上係一種接近零糖分嘅水果。更加重要嘅係，佢入面有一種叫單不飽和油酸嘅成分，可以有效改善胰島素抵抗。當你食完一碗飯或者一碗麵，如果你配合幾片牛油果一齊食，
牛油果入面嘅脂肪同膳食纖維會將整體食物嘅升糖指數大大拉低，而且佢好抗餓喎。食完半個牛油果，你可以幾個鐘頭都唔會覺得肚餓，個血糖水平會表現得非常之平穩。你平時可以用牛油果代替沙律醬，或者切片夾喺全麥包入面一齊食，健康又美味。嚟到第六名，呢樣食物香港人平時食日本菜或者打邊爐都成日見到，就係蒟蒻。蒟蒻基本上係一種作弊級嘅控糖食物。點解咁講？因為蒟蒻有97%以上都係水分，其餘嘅成分主要就係一種叫蒲根路聚糖嘅水溶性膳食纖維。呢種纖維喺人體入面係無法被消化吸收嘅，所以佢嘅熱量接近零，升糖指數亦都係零。對於好鍾意食澱粉質、好鍾意食麵嘅香港人嚟講，蒟蒻簡直係救星。你可以用蒟蒻麵、蒟蒻烏冬或者蒟蒻飯嚟代替平時精製嘅白米飯或者公仔麵。當你食蒟蒻嘅時候，你個胃會塞滿咗嘢，大腦會接收到我好飽嘅信號。但事實上，你根本冇食到任何會令血糖飆升嘅糖分或者澱粉，而且蒟蒻喺腸道入面仲可以變成益生菌嘅食物，幫你維持腸道健康。腸道健康咗，身體嘅新陳代謝就會變好，對長遠控制血糖有非常大嘅正面影響。好啦，行到一半，我哋入到前5名，第5名就係苦瓜。一講到苦瓜，好多後生仔可能即刻搖頭，覺得佢好苦，唔好食。但係喺老人家或者中醫眼中，苦瓜係植物胰島素，呢個稱呼絕對唔係浪得虛名。科學家喺苦瓜入面提取到3種非常關鍵嘅活性成分：苦瓜素、類胰島素、肽以及多肽 P。呢幾種成分分工合作，一邊可以幫手促進胰島素嘅分泌，另一邊又可以阻止腸道吸收過多嘅葡萄糖。最犀利嘅係，佢仲可以促進肝臟同埋肌肉將血液入面嘅糖分轉化成肝糖，儲存起身，直接減少血液中游離嘅血糖。如果你真係好驚嗰種苦味，其實有方法解決。你可以將苦瓜切成薄片，用少少鹽醃一醃，將啲苦水逼出嚟，然後用清水洗乾淨，攞去同牛肉一齊炒。牛肉嘅鮮味可以掩蓋苦瓜嘅苦味，而且牛肉嘅蛋白質加上苦瓜嘅控糖活性成分，係一餐近乎完美嘅低糖晚餐。第4名係大家平時好容易忽略嘅豆類食物，特別係鷹嘴豆同埋扁豆。大部分香港人嘅飲食習慣都係食太多精製澱粉，例如白麵包、白米飯、河粉等等。呢啲食物消化得太快，血糖自然升得急。而鷹嘴豆同扁豆就係屬於極低 GI，即係極低升糖指數嘅複雜碳水化合物。佢哋含有好高比例嘅抗性澱粉。咩叫抗性澱粉？即係呢種澱粉唔會喺你個小腸入面輕易被消化，而係會一路落到大腸，慢慢釋放能量。所以食豆類食物個血糖係以一種極度緩慢、安全嘅速度上升。而且豆類仲有豐富嘅植物性蛋白質，蛋白質同抗性澱粉雙管齊下，可以幫你維持好長嘅飽腹感，同時仲可以幫手降低血液入面嘅壞膽固醇。你平時煮飯嘅時候，可以試下放一把鷹嘴豆落去，做成豆飯，或者去超市買現成嘅鷹嘴豆泥嚟點蔬菜調食，味道好豐富，控糖效果又一流。好啦，進入前3甲，第3名係燕麥，但呢度一定要強調係大燕麥粒或者鋼切燕麥，絕對唔係超市嗰啲加咗糖、加咗奶粉嘅即溶3合1燕麥片。燕麥之所以能夠攞到第3名，全靠佢入面有一種叫 β 葡聚糖嘅明星成分。呢種 β 葡聚糖係一種好特別嘅水溶性膳食纖維，佢入到腸道之後會變到非常濃稠。呢種濃稠嘅狀態可以減慢胃部排空嘅時間，並阻斷腸道表面對糖分嘅吸收通道。好多臨床醫學研究都做過測試，如果一個2型糖尿病患者將朝早嗰餐白麵包或者腸粉換成一碗用純燕麥煮嘅麥片粥，佢餐後2小時嘅血糖反應會得到非常明顯嘅改善。而且燕麥仲可以幫助改善腸道微生態，增加益生菌。只要你揀啱種類，唔好買錯精製加工、糊化得太勁嘅即食麥片，燕麥絕對係你控糖路上最忠實嘅夥伴。第2名，可能好多人都估唔到佢就係綠葉蔬菜，特別係西蘭花、菠菜同埋羽衣甘藍。呢啲深綠色嘅蔬菜之所以排名咁高，原因有2個。第一，佢哋含有極高嘅鎂元素，好多醫學數據顯示，有好多血糖高或者有糖尿病傾向嘅人，佢哋身體裏面其實係嚴重缺乏鎂嘅。
而鎂正正就係激活胰島素參與糖代謝過程中不可或缺嘅鎖匙。如果缺乏鎂，你嘅胰島素就算分泌得再多，都好似部生咗鏽嘅機器咁，喐唔到。多食深綠色蔬菜，補充足夠嘅鎂，就可以將呢部機器重新潤滑。第二，西蘭花呢類十字花科蔬菜入面含有豐富嘅蘿蔔硫素，呢種物質被證實可以減少肝臟產生葡萄糖。我哋知有時就算你唔食嘢，肝臟都會自己釋放糖分，導致空腹血糖高。蘿蔔硫素就可以好好咁撳住個肝臟，叫佢唔好亂放糖。所以每餐飯食一碗綠葉蔬菜，先食菜後食肉，最後食飯。呢個食飯順序已經可以幫你穩住一半嘅血糖。終於去到最萬眾期待嘅第一名，呢樣食物真係平到笑，幾蚊有一大包，家家戶戶嘅廚房隨時都擺咗喺度。但好多人都唔知佢原來係降糖神物，佢就係天然釀造醋，例如蘋果醋、黑醋或者白醋。醋點解可以攞到第一名呢？因為醋入面最核心嘅成分係醋酸。醫學界做過大量嘅實驗，發現醋酸對控制血糖有兩個近乎神奇嘅機制。第一，當你喺食含有澱粉質嘅主食之前，或者食飯嘅期間，攝入1至2湯匙嘅醋，醋酸會主動去抑制你小腸入面嘅澱粉酶活性。簡單啲講，澱粉酶係負責將你食入肚嘅飯、麵、麵包分解成葡萄糖嘅。醋酸將呢啲酶嘅工作叫停或者減慢，咁你食入肚嘅澱粉質就冇辦法咁快轉化成糖分，咁血糖自然就完全飆唔起。呢個效果竟然同某些臨床上常用嘅口服降糖藥嘅原理非常之相似。第二，醋酸可以大大提高肌肉細胞對葡萄糖嘅攝取率，即係話佢可以幫手將血液入面打緊滾、無處可去嘅糖分快速吸收入肌肉入面儲存或者消耗掉，從而好快咁降低血液中嘅糖分濃度。要用呢個第一名嘅降糖神物，方法非常之簡單。你只需要喺每日最豐富嗰餐飯之前，用1湯匙大約15毫升嘅天然蘋果醋，加入一杯大約200至300毫升嘅溫水裏面，攪勻佢，然後用飲管飲。點解要用飲管呢？因為要保護我哋嘅牙齒，免受酸性物質刺激。飲完之後，你再去食飯，你會發現，就算嗰餐食咗少少飯，餐後嘅血糖水平都會表現得異常咁平穩，個人亦都唔會喺食完飯之後覺得好眼瞓、好攰。如果你唔中意直接飲醋水，亦都可以喺煮味嘅時候，例如做涼拌木耳、涼拌青瓜，或者取味嘅時候，獲多1-2湯匙嘅黑醋或白醋。講咗咁多隻超級食物，其實控制血糖真係唔係一場要你同美食斷絕關係嘅苦行。只要你明白咗身體嘅運作邏輯，學識聰明咁去揀嘢食，每餐飯嘅時候記住先食蔬菜，再食蛋白質，最後先食澱粉質嘅黃金順序。再將我今日介紹嘅呢10樣醫生認證嘅降糖食物，好似秋葵、奇亞籽、牛油果、苦瓜，仲有最犀利嘅餐前一杯蘋果醋，將佢哋融入你嘅日常生活入面。咁樣你唔單止可以餐餐食到飽，保持住均衡嘅營養，仲可以輕鬆將個血糖控制得平平穩穩，同糖尿病三高講拜拜，健健康康、開開心心咁享受人生。